議員吳國昌認為澳門特區第3屆政府領導層嘅整體工作有好多要改進嘅空間，特別係行政法務範疇表現令人憂慮。佢要求更換行政法務司司長。高連文報道。吳國昌喺書面質詢中形容，行政法務司司長喺政治行政工作上一直沉醉為熊貓精明，而喺民主政制改革、收集民意嘅工作就全無計劃。又批評行政法務司統籌嘅公職法援法案加入違反公平原則、官告民嘅條件，激起官民對立。佢喺質詢中建議行政長官需要介入，直接處理當前行政同法務範圍嘅一啲重要工作，以及盡早籌備更新行政同法務範疇嘅主要官員人選。而議員陳偉智指出，第3屆特區政府成立以嚟，喺舊有嘅各類委員會上設咗唔少新嘅委員會，認為呢一啲新舊委員會成員嘅委任惹嚟社會唔少非議，原因係官員或者民間代表一人身兼多職，而且好少委任新人，令澳門政治生態一池死水。佢促請政府避免委員一身兼多職嘅現象，並且定期更替委員，以及建議公務員喺擔任委員會職務嘅時候不設有補貼。澳門電視台記者